是飞龙公主，为什么改装谏官呢？狄青，你杀死我的翁婿，我是入关要来杀死你，替我报仇！报仇！你真正歹死！半价，先按。起。驸马你暂小，雷天气不可轻摇，当杀机。意思是，驸马，西辽国的国王一直拢无爱献行表。我伫咧想，假使会当利用伊飞龙公主来交换珍珠机，一来咱毋免动着刀兵，二来呢，早一日办事协调，敢是两全其美的代志。公主，既然是有理，那咱就决定将飞龙公主交换珍珠机。唉，这看要安怎？龙主，你应该赶紧想办法啦。国王免哪有办法好想啦，拢是王离唔好。当初不听国王的劝解，偏偏要奋进城去，不但无杀害到狄青，连叫狄青所擒。当作人质来威胁国王，就献出珍珠烈火旗，这要叫国王如何是好？龙主，你即马卖阮查某囝有啥物路用？依我看起，这就是狄青认主之处。啥呀？你想看卖咧？吴国的勇将全部灭亡，狄青伊若是讲入来，伊敢惊得袂着珍珠机是？即马狄青用查某囝的性命，要来甲咱斗换珍珠机，一来就表示讲伊无要害查某囝；二来要互咱知影知难而退，通好互咱赶紧收兵，毋免阁乱杀无辜。咱应该爱感谢狄青才对啊！王妃啊，你讲即句话意思是？龙主。我爱你赶紧写行表，甲摕到珍珠机，去投换咱的查某囝。啥物？你爱国王投降大宋？是。你即马若是毋投降，听后甲狄青因的兵马若是攻入来，你嘛是共款投降一条路。事到如今。也只好如此。好，国王明日亲自带着珍珠烈火旗向大宋投降啊！
信，只要贵邦遵守人神之道，永远称呼像大宋，保证大宋大军袂阁再侵犯像恁辽邦啊！多谢万岁宽怀啊！王主请起。谢万岁。王主，叫文就珍珠烈火旗，毋知珍珠烈火旗有甚物用处？明知是烈火旗是贵邦定国之宝，毋知奥妙在哪里？请教技术。万岁，此珍珠烈火旗乃是天下一大宝旗啊！不但会当避风、避火、避水，若是暗时只要举出这支珍珠烈火旗，会当照得天下通明，明如白昼啊！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迄个宝旗的顶面有6粒宝珠，就是辟水珠、辟风珠、辟火珠，还佫有夜光珠、辟珍珠、伊目珠啊！哦，珍珠烈火旗，珍珠旗啊，珍珠旗！可见连理将要得到你珍珠旗，明日万寿回朝。万岁！万岁！强呀！老夫甲你恭喜恭喜！不敢当，多谢国丈。国丈，你此时何喜？未免有饮上添花之嫌呢。这国丈，你敢会记你特请伫咧先生国招亲之时，你伫咧皇上的面头前造了甚物话？如果迄个时阵，国丈你若轻笔言几句，皇上也不至于将着皇亲的母亲拍入去天家。千岁啊，遐打这都经过遐尼久啊，都何必着搁提这款代志出来讲？是嘛？过去代志，哪就搁提起？中爷，即摆平定西辽，取回珍珠旗，功高盖世，实在人人佩服啊！
孙大人，阮特表兄伊会当有今仔日，这讲起来，也搁要感谢着孙大人，甲伫国中恁保证之恩啊。无咯无咯，不敢当不敢当。表弟，哎呀，特表兄，你毋知影啦？有一寡人专门是见风转舵。即摆你伫咧西寮，若不幸来战死，拄拄下着因的心意。那你今仔日会当得胜归来，因着心肝内毋知搁咧想啥物主意，计伊来咧甲你贺喜。表弟，莫我再讲。王爷，明明敢来，底嘛无一条线。你讲话，那就指桑骂槐哩。孙大人啊，我请问你，我所指的是对一丛桑，也嘛是对一丛槐呀。孙大人，过去的代志，你知，我知，国中也知。你毋知打算安怎样了解？中爷，我真袂明白，所谓过去代志，指的是什么代志？万华楼金钟夜馆，当然敢袂明表示。各位啊，老今仔日有较无闲吼，遐无老先失陪，老先失陪。中爷，咱请这边中爷，大人是不敌小人过，过去的代志是我甲国中一时的糊涂，做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嘛代念。带人过去，我死去迄个小妹雪龙的面前，你就唔通计较。孙大人，你唔免紧张，只要你认错就好，我袂搁甲你计较遐尼诚多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。叶表兄，咱赶紧来回宫啊！母后甲凤求庙已经摆下酒的，要庆祝一家大团圆。大团圆。好，行。这里啊高水，大家出。
事我替你来拜解，要学日子万万啊，这位是古庙怪可见，相拥叩拜赞义前。今日灵机公主面，可怜貌已如天仙。你是金刚如昆彩，请你是我国当良才，夫妻相敬解恩爱，古庙金莲依心怀。公主，紧起来，下古庙。古庙教阮事今生，夫妻应该相敬如宾，是父之道，我会做尽。若有父亲，请爱人，这位是表弟罗红，如此大礼不敢当，天上一对好花红，琴声和鸣结相送。这两位是我的姐姐甲姊夫啊，拜见姊。